今天收到這個快遞，是葵青區的一位老闆發過來的。閘門加快速度拆開，這位老闆今天發來了一把這個豐田雷凌的汽車鑰匙過來閘門這邊升級改裝，叫閘門幫他升級外觀、升級功能。拿到鑰匙先測試信號，信號檢測沒有問題，閘門就可以來升級。這邊是專業升級汽車鑰匙的，會給你升級鑰匙的外觀，跟升級鑰匙的功能。閘門把鑰匙的芯片拆解出來之後放在工作台上，然後進行一下焊接，把準備好的線路給它焊接上去。所有線路接牢固之後，再拿出閘門老闆挑選好的液晶鑰匙，再把主板進行改裝、進行升級，就可以裝上鑰匙的主板。現在一把全新的豐田汽車鑰匙就升級完成，選配了閘門科技藍色的液晶鑰匙。液晶鑰匙所有功能已經全部調試好，裝上主板就可以直接使用。對比一下老鑰匙，變得非常的有科技感，非常的高級。升級好的鑰匙也會升級新的功能，有靠近車咁認識車門自動解鎖，離開車也會咁認識車門自動鎖車，可以連接手機，可以手機控車，可以備註車主電話，鎖車升窗，也可以預約後尾箱，會升級很多老鑰匙沒有的功能。現在鑰匙升級好，重新檢測正常，沒有問題就可以發回去。